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，10月开始，所有进口药品要扣100%的关税，除非是伫美国生产哦。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嘛表示讲，会密切来观察后续的影响，嘛强调讲，类型特别条例预算是有变相关的预算，会当来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按照万象病处方甲药品分类起来，方便民众在社区药局领药啊。美国总统川普预告10月7日开始扣8%的药品关税，但是无针对伫美国设工厂的药品公司。药师推估未来主要影响的会是处方药啊。所有药厂都要往美国设厂，相对它的人力成本、它的药品的成本一定会提升，势必就要先针对价格偏低的区域，会供应减少或者是暂停供应的方式。还在专利期的进口药，不可替代的大概是75个品项，韧性特别条例预算里面也有编列了相关准备金。川普预告的关税新制，佮包含10月7日开始对重型货车扣25%的关税，造卡用具50%，另外碰椅甲碰床等等软的电马的家具是扣30%，后礼拜就实施。经济学者分析，虽然咱国出口美国主要是自动类的产品甲 AI， 但是甲具类的产品若逢扣30%到50%，会冲击咱国中部地区的传统产业，而且即摆新台票较强势，业者恐惊未堪接。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的关税结构之下，特别是传统产业的部分，它的影响啊，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浮现。如果未来也是会被科比较高的关税，那我想对这个产业的打击会非常大。学者分析，业者评估了后可能唔接单。后续政府会特别关注传统产业减班休困的状况，也有劳工敢有互减少工时，随时提供必要协助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